数位时代无分年岁，差不多大家人拢要摕相机去翕相，为生活做记录。是讲要安怎好读国小的囡仔用真正的相机表现专业的摄影作品呢？因为伫教会服务嘛真爱翕相的这个市真杰，伫2022年甲志工伙伴展开一项名叫做“晚风闪闪”的摄影计划，因固定逐礼拜到选定的偏乡学校，用无接来的数位相机，教囡仔免怎用相机写日记，期待讲透过摄影的教育，建立囡仔的美感甲自信。这唔但拓展视野，嘛进一步认捌家乡。这对着新奇的事物，总是充满好奇的囡仔，伫伊对伊的教学的互动下，甲这志工变成好朋友，同时嘛为学习的过程中感受真心的陪伴甲关爱。透过镜头，带恁做来参与这节真特别的摄影课。我拍了路边的小草、小虫虫、马路。哇，拍得很好耶！就是更认识了一些在地景点，找到他们的细节。不是被一个学校，不是被一个场所所限制住的，它是可以去到学校外面，去认识他的家乡。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我梦想中的摄影课。这节课真无共款，这学生囡仔多坐落来尔，就赶紧要摕相机。好，上课了耶！那我们就来请第一组来分享，志工老师。对他的脚。对啊。自己拍的。哦，这怎么拍的？哦，有看到。老师可以帮我把它放大一点，刚好那个主角的表情又特别有趣，对。欣赏彼此的作品，找到相片内底好笑甲趣味所在，知影创意伫倒位。因为恩佑在谈这张照片的时候，就是他把他心目中的科林国小的全貌几乎都涵盖在这一个框框里面。哦，所以说我说这一张可以说是科林，就恩佑心中的科林。和志刚老师伫台顶点着名，林文佑露出自信，又有淡薄仔避水笑容。今天我们会上单色，就是黑白的摄影。你看，刚刚有同学说这张看起来好孤独，就是黑白它让我们更多是情感面的表达。有的人可能感觉会很温暖，对，它虽然是黑白，但是为什么会温暖？有。有阳光，对不对？有阳光，有朝气。这节摄影课为乌白两色开始，主讲的老师徐真杰是文业晚风闪闪计划主持人。好啦，我们把相机拿出来。教课的方式真轻松，内容却是无马虎。伫这个手机啊翕相真普遍，甚至修面修图真流行的时代，徐真杰甲一名热爱摄影的志工老师，教囡仔用数位相机翕相做生活日记，记录家乡。方旋钮，方旋键，这个按下去，然后按这个。找到 P 模式，然后往右按，然后往下移到单色。有趣的是，我们上面的图案都是一样，黑白黑啊。我觉得孩子很容易满足而且摄影啊，很容易获得成就感。因为你随便拍个10张，他可能也有1、2张是好看的，瞎蒙可能会蒙到，然后你就会跟他说，哇，你这张拍的超好的，这个全世界就只有你拍得到这张，然后他们就那个。屁股都翘起来，哦，真的很厉害这样，你就会看到他们，就那个脸上充满笑容，然后我就觉得心里面非常非常满足。徐真杰过去13年伫教会服务，工作需要写文章翕相，嘛因为安尼接触到专业摄影，真爱用镜头翕日常的生活，尤其是伫2010年因查某囝出世了后，伊更加接用相机。那女儿出生之后，我就想说，唯一的女儿，然后我要把她拍得漂漂亮亮。
因为他就是唯一一个，因为我老婆在生他的时候就大出血，所以我老婆子宫就拿掉了，所以现在就只有一个女儿。我想说我要好好把她的成长过程好好记录下来。用相机记录查某囝的成长过程，嘛因此互徐真杰伫心内产生一个梦想，伊希望透过摄影，互更较侪囡仔点路笑容。来，往外走了。有一堂课就是我们要去外拍，小朋友就说那我们要怎么去？我就说开车啊，开车去。然后说不用了，老师用跑的去。然后小朋友也不管我们，他们就全部冲出去了。我们小师就想说啊，小朋友跑出去了。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我梦想中的摄影课，不是被一个学校，不是被一个场所所限制住的，它是可以去到学校外面去认识他的家乡。向前看齐，手方向，向左转，左边，那边面对面那边。1个半小时的摄影课呢，不止在课堂上，最重要的呢是他们会走出户外来拍照。来，大家配个歌。无教室内底束缚甲空间的限制，这个囡仔真欢喜，尽情二快门。来拍他！加油！宜兰东山乡的瓜林国小是一间真细间的学校，全校53个学生。校园边啊，农田、远山变成上好处境的所在。想要让这个相片更较有温度，囡仔开始会晓关心，也要去观察家己的生活环境。对。其实，在过程里面，我看到他们的天性完全的展现，就是有的比较活泼、比较会问问题的孩子，他们在摄影过程里面，老师教他们某种技巧之后，他们就会去想办法，让那个技巧或拍摄的画面更特别、更不一样。每礼拜一节的摄影课，老师见证囡仔对学习所做的改变，学生嘛真爱分享所见所闻。我一开始从不会对焦到会对焦，然后呢拍得越来越好。可以用那个你拍出来的照片来表达你现在的情绪。这些课可以让我发现世界上更多奇妙的事情。徐真杰带志工伙伴为2021年开始，锁定资源相对较少、人数较少的4间学校，偏向小学，伫20多间学校推广摄影教育。那这次是要换谁要分享？是我们分享还是你们分享？我们。那我们老师今天要当观众，我要听你们怎么分享哦。OK。边溪国小的摄影课班上有8位同学，因是3、4年级的学生。本来敢若拍算1年课程，因为实在太受欢迎啊，又搁延1年。这节课大家人拢爱轮流上台。现在轻松了。这是我拍的照片，我将它取名为《正在挣扎的陶威宇》。我运用了视觉错位的方式拍下这张照片。我拍这张照片的原因是因为陶威宇看起来被我抓起来还在挣扎。我拍这张照片的原因是，当时我们有一个哥吉拉的公仔，所以就让哥吉拉把长颈鹿吃掉。这是我拍的照片，我将它取名为“大鱼吃小鱼”。我拍这张照片是因为在楼梯上有大鱼想吃小鱼，很神奇。谢谢大家。囡仔虽然表达的方式有淡薄仔避暑放离开，也要对着翕相当时的想法甲理念，看讲，真有条理。这一朵，半朵也可以，构图哦。哇，很漂亮哎！你看有没有线条？
踏出校园伫外口翕相的时，一对陪伴的志工就描述是因的摄影有志。志工Queen啊，今仔这个任务是要协助囡仔，要安怎伫过渡中表现出几何的多形。这个是一个线条哎，几何线条。平溪国小地理的位置，直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直的，好。有点不要太近哦，旁边的树也要拍到哦，衬托它。学生。平溪国小比较亮啊，哈，地理位置比较矮。看一下，好，让我拍一张给你看。好。Queen啊，主动摕相机示范几张相片，甲同学讲问题出伫倒位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我看看。拍了2张。拍了2张啊。都是用直幅。在指导的过程中，不是牵手全程陪伴。对囡仔来讲，这已经唔那是上课学习尔，也有来自校园外这份真高的关爱。好了，柯南老师会给我们很多礼物。佩宁哦，他看到我，他是很多笑容的那种孩子，而且这个平溪的孩子也远远看到我们这些摄影老师来。即使是在门口看到，他会到教室里面去喊：“老师来了，奎南老师来了。”他们这样子就超级可爱的。他们那些学生很多是单亲啊、隔代教养啊，甚至是父母离异的啊，很多真的好多。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时间去陪伴他们，即便是不知道这个陪伴过后，可能下一堂课他们可能又遇到什么事情，又难过又哭了。但我觉得至少在1个礼拜或者是1天当中，有一个时刻是让他开心的，我觉得这个就很够了。这节摄影课，囡仔甲志工变成好朋友。哎，小猫，不怕。哦，很好，这样子。好像我家猫的叫。你家也有养猫哦？有啊，2只。2只哦。我们家有养1只。快要变3只了啊！妈妈又要养1只。开讲讲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哪行学习的过程不是有惊喜。你看。我从这里往上拍。你慢慢自己抓。在拍那个铁轨的几何图形。像这样，这是空的。然后加人进来 ，OK， 有抓到吗？有。好，你们可以试试，来。你们弄剪刀石头布。石头嘞？石头对。没有。没有太阳了，不。创意有时唔那是志工老师的引导。这里吗？你要拉这么近？你要不要试着用这样走的，给林克胜汉抓拍？同学之间互相斗相共，教学上长脑力激动，互相片更较有生命力。快点！先架好。来了几何？哦。拉挥手，对。你们觉得2个谁拍的比较好？他，为什么？有一次在学微距这个课程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拍的就跟我们刚第一次学的时候拍的其实很不一样。他们可以找到一些可能我们平常看不到的地方。我们就在这里呢，成立了我们平溪国小的学生小小摄影展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上面都有小小摄影家的名字，像这一张是盛汉的。然后我们会请他呢，简单写几个他的创作理念。囡仔用心翕来的作品，在老师的眼中，唔那是一张一张的相片，更加是学校内底美丽一道风景。他就是看到校园的操场上刚好有一个落叶，那如果是我们大人落叶，我们可能想说啊，赶快把它清理掉。可是你看我们微鱼他写的就是在放学的时候，他写夕阳西斜，光线微弱，有光的地方就有影子。他看到的是这个叶子的影子，那他就赶快去拿相机把它拍下来。它的有趣就是，他不是只有坐在课堂学习，
他可以把课堂学习的那些概念、构图的概念、摄影的技巧，真的用出来之后，他看到自己拍出一张很好的照片，他就会很有自信跟很有成就感。一项点样计划，让囡仔用快门闪耀照亮自信心。这道闪光，若和教育无共款，嘛种下好学习、发光、发热的种子。